大家好啊！歡迎大家返嚟收聽投資展望，聽溫總。今日係2026年嘅8月8號。啱啱過去呢個禮拜呢，港股終於要跌。好似我哋預期咁啦。咁本身嚟講跌唔跌得多，跌少少啫。咁本身如果按星期去計，咁只係跌咗呢個216點或者0.84%。最終收市收喺25,668點。比我哋預期稍為高咗啲啲，咁但係咧就本身嗰個走勢方面咧，同之前嗰種強勢咧，似乎有少少改變咗。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嘅題目方面咧，就叫做港股轉勢在即。咁馬上同大家分享翻我對於未來一個星期方面嚟講投資市場嘅睇法。多謝大家。題目：港股轉勢在即。港股上個禮拜啦，就一如預期咁樣要下跌喎，主要受累於咧內地方面啦，就重新翻外購保險需要繳交翻嗰個嘅收益嘅20%嘅稅金，咁加上咧中東嘅地緣政治局勢就陰晴不定，導致到咧恒生指數最終全個星期咧要下跌216點或者係0.84%。相當於咧個收市位啦，咁就收報喺25,668點嘅。較筆者上個星期嘅預測，其實就跌少咗100點度。技術走勢方面呢，就呢個星期咧出現多項嘅不同變化嘅。咁例如係咩呢？簡單睇翻呢個禮拜方面嗰個嘅走勢節奏，由之前呢升多跌少咧，轉成為咧星期1、3、5就上升，星期2、4方面下跌喎。明顯呢就係一種日升日跌嘅格局。咁呢種均勢格局方面嚟講呢，就同之前明顯升多跌少有啲唔同啦。配合翻日線圖上邊，恒生指數星期4開始咧就失守咗位於25,704點嘅10天平均線。第3點方面就本身呢個禮拜個低位23,000，重複25,389點啦，25,389點，正好就係由於之前呢喺翻呢次調整浪個低位22,518點啦，咁一路升到上去，咁近期最高就係26,187點之後咧，回調翻升幅嘅38.2%，咁就本身即係喺翻25,321點附近嘅位置。咁本身第4點，筆者慣常用嘅，講緊嗰啲嘅移動指標個技術指標，例如翻相對強弱指數 RSI， 又或者隨機指數 STC Stochastics 啦。我用開慢嘅。都不約而同咧，從嗰個超賣區輾轉回落咗，咁恰就好似咧落日凡間的天使咁樣，係嘛？有啲浪漫啦。跟住第5點啦，咁就北水方面咧，喺過去10個交易日咧，其實只係呢個星期1同埋星期2喺呢個禮拜只係星期1同埋星期2咧錄得資金淨流入嘅，合共2日中規中矩錄得136億個人民幣流入，咁但係相較淨流出嗰8日咧，合共嗰個嘅淨流出規模238億咧，咁相當於係喺呢10日裏邊流走咗102.6億人民幣嘅。根據過往嘅記錄咧，港股喺呢種情況咧，往往只有下跌嘅份兒。咁然而就港股方面咧，轉勢係意味住下跌啦，定係橫行波幅上落呢？咁筆者相信呢，其實就係橫行震盪居多，較大嘅機會呢係徘徊翻喺26,800點至到24,800點之間上落。理據呢就係筆者認為啦，咁外圍嗰個嘅貨幣政策只係會中性嘅啫，其實嚇，咁唔係好似咧大家之前擔心美聯儲方面會大幅加息。原因係剛過去嘅一個禮拜啦，多位美聯儲嘅官員啦，咁出嚟，好似例如 Lisa Cook 咁樣，
咁明尼亞波利斯嘅呢個聯儲銀行，咁啊卡什卡里呢啲咁樣咧，咁啊出嚟大放厥詞，咁甚至乎咧連沃什主席咧都走出嚟講嚇，如果通脹喺9月嘅時候仲係好高咧，咁佢係會加息咁樣嚇，咁啊所以咧就變咗大家好似都覺得，嗱連主席都出嚟講話加息啦，咁仲唔係真係加息咁樣嚇，咁但係咧佢喺個speech 裏邊咧係有啲嘅 QK 嘅，其實嚇，咁有咩 QK 咧咁樣？咁因為佢話咧未來幾個禮拜嘅通脹若然強勁啊嘛，未來幾個禮拜喎，係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未來幾個禮拜到底強定弱咧？咁呢個到時再講啦。咁但係講緊就本身一如以往嘅英氣逼人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可以震一震個市先咁樣。咁但係咧就筆者留意到一大堆嘅因素咧，讓我堅定認為未來方面難以大幅上調利息嘅。咁啊包括啦，好似例如啱啱過去呢個星期五咁樣嚇，咁啊剛剛公布咗個非農業嘅就業職位，居然錄得咧呢個嘅-2.3萬份嚇，咁啊即係減少咗2.3萬份，哇差過市場預期嘅85,000份嗰個嘅職位增長。需要知道啦，聯儲局方面嚟講，嗰個職責除咗係控制個通脹以外啦，咁都仲要維持翻個利率穩定噶嘛。所謂嘅 dual dimension 嚇，咁6月份咧只係有2萬份嘅職位增長咧，已經係夠差噶啦。7月份咧更加由正變負下跌嘅勢頭，會唔會已經形成咧？有報道指啦，咁阿曼同埋伊朗方面嚟講，如果達成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航協議咧，咁美國將會解除阿拉伯海嘅封鎖，咁意味住咧原油又可以再次重返個波斯灣，咁暢通流向全世界各地，咁有助舒緩翻咧嗰個油價高企，所以引發到嗰個通脹問題。情況就好似上個月底咧，美聯儲開會前咧就應聲處處，結果咧就會後方面嚟講咁呢個沃什方面就鴿聲一片一樣。咁另一方面嚟講啦，咁就美國11月就中期選舉㗎啦，其實嚇。如果共和黨嘅參眾兩院席位都落選嘅話，即係變成淪為一個少數黨咧，後果可能係美國總統特朗普俾議員們彈劾嘅。儘管聯儲局裏邊咧有唔少嘅民主黨人，佢哋可能傾向9月2號方面嚟講咧嗰個嘅9月方面嗰個議息會議方面採取行動啊。咁即係咩意思咧？咁本身嚟講咧就即係想加息嘅話，咁可以令至到嗰個嘅股市本身比較波動啦咁波動嘅時候咧，咁就會令至到呢個嘅共和黨嘅選情特朗普方面嚟講相關陣營嘅選情咧，相對較為比較差。咁但係我就會相信咧，咁沃什方面嚟講將會竭力壓抑翻相關嘅聲音，就好似啲數據方面突然之間差得比較緊要啲。咁如果數據差嘅時候咧，調翻轉頭班民主黨嘅呢個美聯儲方面嘅官員啦，就比較難啦攞到理據去馬上上調利息。咁所以咧就預期啦可能投票嘅時候會好分化，但係最後咧咁其實可能啦咁都會盡力去維持翻個利率不變嘅。呢個我亦都相信咧係鮑威爾被踢出，咁繼而呢個特朗普選咗沃什作為呢個嘅聯儲局局長嘅其中一個原因。好難相信特朗普揾個人去令至到自己落台㗎嘛，係咪？咁另一方面嚟講啦，就嗰個嘅美匯指數咧，因為星期五收市啦，就回落咗落嚟，咁都落翻到去99.6點㗎啦。其實大家知道啦美匯一走弱嘅話咧，嗰個風險資產方面嚟講都比較着數嘅。10年期債息都下跌到近3個大點，至到4.65厘嗰啲位置報收。加上保單徵稅嘅問題咧，其實就已釋放咗短期啦港股嘅金融業嘅政策風險，因為本身之前咧其實就嗰啲嘅券商銀行咁已經係被整頓啦。
調翻轉頭，咁金轉方面嚟講，去到保險業合情合理啦，係嘛？咁所以咧就本身咧有利翻個港股下個星期嘅走勢回穩嘅。所以展望下個禮拜港股表現咧，首先當然要消化翻。咁講緊係星期日嚇，咁本身內地公佈出嚟嗰個嘅通脹同埋出廠價格指數啦，咁到底係龍係蛇咧？咁樣係嘛？咁美國方面嚟講，亦都會喺嚟緊呢個禮拜三嘅晚上8點半公佈翻佢當地啦，咁就嗰個嘅通脹數據。內地方面咧就主要以翻嗰個嘅出廠價為重，咁因為可以預示到嗰個企業盈利是否有一個進一步改善嘅機會。咁而美國方面嚟講咧，嗰個重點方面咧反而就會係擺咗喺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價格嘅核心消費物價指數。咁因為咧呢個較大機會係關乎到美聯儲方面嘅。最新貨幣政策方面係應係鴿嗰個嘅態度。當然啦，仲有好多嗰個中美企業方面嘅業績會發布啦。重點嘅企業方面咧，例如好似九龍倉啦，其實咁跟住騰訊啦、京東啦、電能啦，咁中芯啦聯想啦、金沙等等。美股方面嚟講咧，就有 CoreWeave 啦，咁思捷啦，同埋呢個應用材料等等啦。參考翻咧美國嘅預託證券，咁港股即係 ADR 方面咧，恒生指數就收報喺25,899點嘅，較啱啱呢個禮拜五個收市位係再上升咗231點，咁預示咗咧港股咧就高開嘅機會係比較大。配合上個星期，港股已經釋放咗部分嘅沽壓，所以咧筆者認為咧，恒指未來一個星期咧就有望去挑戰翻喺講緊26,600點至到25,500點，25,600點，重複26,600點至到25,600點嘅波幅區間，最終咧應該大概收喺呢個26,000點附近嘅。科技股啦金礦股啦，咁就呢個嘅金屬股啦、銀行股啦、中資電信股等等咧，都有望就個市場方面咧嘅資金所青睞嘅。更多詳細嘅投資市場同埋個股分析，歡迎留意翻聽日早上清晨嘅 YouTube 發布呢個溫總一週投資展望。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假期。咁我哋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咯噃，拜拜。